目前时速进入立秋，正是食火糕的季节。位伫北安路这间狗尾鸡专卖店，少年头家传承父亲的手艺，用规丛的狗尾草来控汤，人客随到随点，将乌骨鸡加入红枣、枸杞、加什仔手含高汤做伙来煮，强调全程无加调味料，要让人客食得健康美味。狗尾鸡是要用那个黑骨鸡肉比较好，是不是？对，阿拉讲，因为香气的问题，伊的汤还有五谷鸡有无？伊黑色是因为伊是足丰富的铁质，所以整只鸡有无都是黑色，连它的内心都是黑色的。红枣枸杞，它进去里面还要再用小火下去煮，然后才会吐出它的甘甜味跟香气。你一进去的时候可以喝到狗尾草的原汤，慢慢滚，它会越来越甘甜，就把那个枸杞的甜度滚出来了。因为现在疫情呢有稍微缓和了哈，那我想说这个中药材哈有这个增强抵抗力的这个效果哦，那又是这个狗尾这个药材来炖煮哈，这个乌骨鸡哈它特别有这食补的效果，所以我想说哈这个来吃一下增强抵抗力啊，不错了。那口感呢？那个狗尾鸡的汤清甜。今天呢，那不涩不燥哈，那的确是非常夏天哈适合这个凉补的一道这个料理。少年头家沈玉生为了庆祝该店开幕7周年，加上这2冬来当地疫情，为了鼓励染疫康复的国人，加感谢防疫人员的辛苦，只要出示相关的证明，点一鼎狗尾鸡，就赠送丰富价值真悬的鸵鸟肉一盘。借此来犒赏坚强的台湾人。台湾新闻林根采访报道。